喂，美发姐哦，哦，提鲁风的啦，阿英阿姨哦，当然有啊，呵呵，美发姐们又空下来冇啦？哟，哎哟，幾萬太叫萬配都可以來等你呢。哦，又談到好，呵呵，伊講啊，伊聽到貴陽部路冇馬水呢，哈哈哈哈哈，你屯生日的樣誒，呵呵呵呵，好啦，好，我等都會能講哦，哈，等下見。咩位條架，條位到位，整完一下下。咩位條架出貓咩？可能係粉茶。阿爸，咩位條架粉菜是個結家啦。哈哈哈，好啦，你咪想試過夾噶啊？好，快些，是你哦。阿爸，唔打屁了，行澳洲哦，改出呢。哎呦，要按摩水準按摩肩哦。哦，一個同送嘅大快來啦。呵呵，美發姐，我等來耶。歡迎。啊，要到把安啦哦。哎呀，保險，姨婆幾邊坐？咩位條架出來啦？姨婆，姨婆，哦，姨婆，姨婆幾仔？姨婆，我去哪呀？對眼啦！姨婆，姨婆，我去哪？我可以嚟陪you。原來路係快呢，老謝咧，啊，錯架輕一些。啊，老謝咧，老謝咧，姨婆，唔講嘅朋友睇哪呢？日日嘅老夢見啊！姨婆，唔睇哪呀？哎，姨婆，唔睇哪呀？姨婆，食嘢呢？可以，有乜睇嘢呢？我來飲有同志啊，有同志。唔看，我飲咩會扮男咩嘢？飲乜嘅？我做乜嘅呀？我拿西醬桶油啊！安尼哦，就坐在拿來點電站貨位，拿西買就有錢好賺呢。
我本意是好诶。唔是啦，有可能眼耳泡沫。伊又唔係生日呢，唔會唔見血啦。哼，慢講唔會，伊又不是行唔見血。嚇，睇人咩會行唔見血咯？家行係麻煩咯，我嚟囤天數。一泡喺哪呀？一泡，嘿，一片連班長營養都冇看到呢。哦喲，也係我用嘅實。我哋再去別的地方尋看看咯。呢邊呢？拜託聽水下，我哋一足夠位留住喂，進退唔得咧。哎，拜託，同河巴船嘅結足夠位拿來本眼嚟好冇？你條子呢同人包係二年呢？好架菜，好訂你來哦。係啊，再冇人來叫我訂吼，我就會使做皺皺嘅腦海講你哦。一陣日包係，因為按成氣咯。多謝你亮嘅哦。錯嘅，我能更加睇前面嘅老阿婆，伊一條那麼短短呢，差唔多比我哥哥一些。你有看到冇啊？冇呢。啊，咁紅訂呢些導航前講啦，嘅導航河有一條鬼大條鬼訂子呢條桐樹，行講河姨媽嘅路地哦。唔講呢些多，睇哪呀？手提嘅片啊。些多。我哋愛先嚟哦。當然要哦。慘咧！朱哥，第一下啦！第一下，唔好按呢，豬排會變黑啦！你亮誒！唔嘅用誒！就以為佢嘅音樂係歌唱誒！該當嘅呢？伊哋當嘅啥？攏唱過來嘅呢？唔看，伊哋睇睇數送豬排嘅呢？該神奇呢？豬排嘅甜筒嘅。行嘅該嘅，該好教哦。也水按太條呢？還有彩色嘅條位呢？也包海個，愛情嘅最大條嘅老油桐樹，聽錯係一條，唔會正常。按神奇哦！一條樹嘅會痛呢？你看呐？我叫飛機啦！唔要糖都冇啊！希曼尼，家家出來哦！點解啦？
然后啊，我是野头树的经理，就是人工的树经理呐。我做手地，电做嘛嘅爱来请我哟。用乜地？是爱我囤电天树请嘅一泡草帽啊。错个。不过我爱囤电工一件事。该发生，我也害怕冇办法囤电天树哦。用嚟讲咯。你看啊，人家本来是爱开发嘅世界，不过我啥冇办法开发。用乜安尼呢？因为我嘅七彩竹唔惊起嚟啦。七彩竹？